阿班，我真的觉得这段关系很难维持下去。你有试着跟他沟通过雅的问题吗？唉，毕竟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有的事情真的很难开口。朋友变仇人，3大友谊杀手。再右边一点点。俺娘做的嘛。左边一点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回来一点。这个可以。啊，不对，还是再后退一点好了。右边一点点，好，完美。白色的部分也交给你了。接下来要去打工了，白米。啊，最好了，爱你啊！你可以起来。分组作业，杀伤力3颗星。哎，法法，你记得上次吃饭我借你200块吗？现在方便还我吗？我这个月薪水还没领，领了马上谈点就还。那方便连上次还有上次吃饭借的都一起还吗？走的，当然走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我想拿之前借你的摄影机，天狗你只有谁爱用？怎么了吗？那个我怕输了，不会看。哎呦，怕什么？你跟我借那么多次钱，我也没生气啊。我不要用手坏的摄影机，连镜头撞坏了，我说的强装都是没有用，这些拍的东西全被人另外镜头也破到，这个没救了，哇！你把这回车你随便的，我都不可以放了，我抱歉，原谅我。你让我放弃了。借的东西总是要不回来，杀伤力4颗星。出门玩喽！说好要先去看展览的。人家拍完了就玩对了，我跟你这样的。你等一下要逛很久，等你买完展览都结束了啦。我看这个衣哦。好啊。哼。上谁给丢了？不要吵，我不喜欢洗得很急。我的洗洗吹今天在后面踢啊，我有这么赶得上行程？我就擦后发而已，又没擦多少时间。今天最好起不来，而且谁叫你行程排这么赶？我没排呀，一起排行程，我们走路。一起旅行必吵，住在一起必大吵，杀伤力5颗星。其实都不是什么难以原谅的事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不太适合。不会啦，你们能共和按 Q， 一定是有合得来的地方。美味，你看我买了这个，加油啦嘿！